大家好啊！英超快車真係馬不停蹄啊！禮拜五凌晨都有賽事啊！咁就係曼聯對韋斯咸嘅。咁 Patreon 同埋 YouTube 嘅會員就會知道啦。呢場賽事嘅預測就係直接估中打和嘅。咁我就係估0-0啦。咁佢1-1。咁但係其實呢，如果你真係有開電視夜晚起身睇波，咁你會知道曼聯唔輸呢都係執到噶啦。不過啦，點講都好，都係贏唔到啦。我嘅預測都寫到明噶啦，主要就係睇對方會唔會做傻仔嘅啫。冇做傻仔會收縮嘅曼聯實冇計噶。今次65% 控球率啦，又係贏唔到咯。又證實3-4-3，三中堅5後衛無法主攻咯。嗱，雖然以前打4後衛，曼聯面對密集都唔可以叫做叻噶啦。但係以前打4後衛都唔會去到依家阿莫林時代咁分明噶嘛，一控球率高就好大機會贏唔到噶咯。無論以前蘇斯克查啊、坦克格啊4個後衛執教曼聯早年啊，佢哋都會攞到歐聯席位噶嘛，即係都證明肯定就係可以贏到多啲嘅中下游分子噶啦，就唔會好似阿莫林咁樣啦，咁清楚一對住中下游分子呢，係即刻變咗第二隊波噶嘛，相當清楚分明噶嘛。2次主場最近啊，愛華頓打少個佢都要輸，對住降班區域嘅韋斯咸佢就贏唔到，而2次都係好類似，面對密集係極度束手無策嘅。阿莫林佢總係等咩呢？佢總係等對方做傻仔，即係好似之前新特蘭嚟到奧脫福竟然主攻，或者啱啱水晶宮去到下半場領先咗，竟然突然轉高位壓迫。佢先至有得贏嘅，就係轉高位壓迫，佢可以用高波上，有空間向前跑。水晶宮啲球員要跑翻嚟先至闖出犯規，先至輸嗰啲罰球啫嘛。收縮嘅話，曼聯冇空間向前跑，水晶宮就唔使輸嗰啲罰球噶啦嘛。其實就係咁嘅啫嘛，都係傻仔，曼聯先至有得贏。咁今日我文字差都寫啦，紐勞肯定唔做傻仔噶啦，去到奧脫科韋斯咸會收縮。咁啊，完全跟翻足球理論就贏唔到啊，好簡單嘅啫。韋斯咸絕對就冇水晶宮嗰啲壓迫，一定就係咧曼聯後場一攞波就退後再退後，虛張聲勢壓迫最多，咁就向後收縮噶啦。咁就算曼聯負碌領先咗呢，韋斯咸被逼壓迫要進攻，咁但係都經已去到下半場中段啊，曼聯都係冇體力打快攻噶啦。所以曼聯淨係可以上半場有體力打快攻嘅啫，所以只要你上半場收縮呢，其實你都9成9係啱晒噶啦。呢個就係對曼聯嘅金科玉論啊，係對阿莫林嘅曼聯。其實你都可以清楚睇到今日韋斯咸嘅收縮能力同埋進攻能量都係遠遠不及新特蘭嘅。韋斯咸仲要係啱啱輸完俾利物浦都係相當辛苦啊，憑借住紐勞嘅經驗呢，只要做啱戰術嚟到脫福呢，都係可以 OK 嘅。至於你問阿莫林今日嘅進攻取態又如何啊？會唔會用高波呢？嗱，其實佢都用下高波噶啦，但係人哋後防線係保持深度足夠嘅話呢，你踢極高波上去都係冇乜着數，你冇乜向前突破到嘅空間啊嘛。所以韋斯咸嗰邊又唔需要闖出犯規啦。咁你斬上去，最後咪面對密集，高波突破唔到，最終都係要咁嘅，即係最終都係慢翻落嚟，冇得打快嘅。最好笑呢，就係某啲曼聯球迷永遠一見到球隊面對密集呢，就係咁樣講啲球員唔夠心火啊，唔識加速啊。喂，大佬啊，冇心火就唔會全場同你射17次射門啦。由頭到尾曼聯球員都係相當盡力幫阿莫林噶啦，但係佢哋根本就唔知可以點樣做。個戰術就永遠都幫佢哋唔到，甚至局限住佢哋。無論領先打和定係落後，阿莫林都係得3-4-3嘅啫嘛。一遇到人哋收縮呢，亦都係冇得搞嘅。面對困境，佢永遠都唔轉結構啊。咁你要啲球員點啫？有人認為阿莫林今日嘅調動太過保守，只不過係對住降班球隊啫，應該係要諗下辦法入第2球至啱。唔應該領先緊呢，就係咁加防守球員。呢個講法嗱，雖然絕大部分時間都可以係啱嘅，但係唯獨是就係不適用於阿莫林嘅。啱嘅嘢都唔適合阿莫林嘅喎。即使你嘅要求係好平常啊，但係佢都做唔到噶嘛，因為佢任何時間都係3-4-3，
佢淨係識得3-4-3，佢永遠被呢個3-4-3局限住嘅。對降班球隊啦，佢都仲係要5個後衛作為基礎嘅。對住每個對手啦，佢都係當人哋係強隊，當自己係弱嘅嗰邊嘅。心理上都久而久之覺得自己呢係弱噶啦。嗱，大家心理上千祈唔好似阿莫林咁樣一早就輸咗啊！亦永遠要唔好認命啊！最緊要尋求出路。全香港第一個用 AI 審批貸款嘅 App X Wallet App 已經全面升級啦。X Wallet App 除咗有 X 現金 AI 貸款之外，仲有大額私人貸款啦、結餘轉戶同埋先買後付添。而且我仲幫大家爭取到加碼優惠喎，新客戶用我嘅專屬優惠碼 HW2700 申請 X 現金 AI 貸款，批唔批到都好啦，都即刻先送你300蚊 XPay 電子現金券，確定埋貸款合約再送你高達2700蚊嘅現金回贈。快啲碌落去下邊 info box 條 link 嗰度 click 入去研究下啦。半場領先唔到，佢都係唔夠膽換啲咩進攻點㗎，都係後衛換後衛嘅啫。佢一定係守身如玉3-4-3先有安全感啊嘛，根本就冇可能增強進攻火力入第二球嘅。就算佢換啱啲人啊，其實佢都係好難入第二球㗎啦。咁所以即使你嘅要求啊係合理啊、平常啊，但係佢一啲都冇信心嘅，佢係做唔到嘅。你嘅要求對於佢嚟講係不切實際嘅。其實你要求佢入第一球呢，亦都係好苦惱噶啦，所以佢就真係唯有靠死球咯。嗱，賽前佢係吹到啲死球有幾叻啦，係咪？一周一賽有時間練，咁但係今日對方就唔會好似水晶宮咁樣逼出去，咪唔需要心急跑翻嚟犯規，咁咪冇罰球咯。冇罰球就冇嘢可以做啦，你幾有創意都冇用噶。況且你嗰啲創意係冇可能長期都有嘅。人哋亦都會知道咗你露咗底咧，嗰啲就唔叫創意噶啦，唔係新橋。你比較容易圍到條數嘅咧就係角球，角球會比較容易咧係行之有效，因為起碼有個方法去搏啦，落底線去搏啦，同埋有特定嘅方法阻龍門啊，開小禁區遠處近處啊去作啦。咁但係今日啲角球又斬得唔靚啊嘛，你斬呢啲技術嘅戰術性嘅角球咧，一定要穩定地斬到落去嗰兩個落點。就係小禁區嘅遠處近處，咁先行得通嘅。咁但係班奴費南迪斯最大問題就係佢穩定性係唔得噶嘛。咁仲有一個問題啦，就係可能你會問啦，既然都符符碌碌入到第一球啦，咁係唔係可以要求佢先保持控制比賽節奏 keep 控球率，浪費時間？入第二球就當 bonus 啦嚇，唔一定要苛求第二球嘅，總要 keep 住個波，就唔好俾人打反擊博到角球，因為今日就係領先緊之後就冇控制比賽節奏，盡快完結攻勢斬入去俾班奴頂頭錘，俾人哋撲到攞到個波，再大腳拗翻上去博到角球1-1噶嘛。嗱，其實呢個答案咧都係咁，你要求阿莫林咁樣樣咧，亦都係不切實際。因為3-4-3嘅特性就唔夠中場中，首先已經係比較難控制比賽節奏噶啦。咁就算阿莫林今日係咁換翻啲中場球員出嚟，增加中場中嘅數目都好啦。3-4-3嘅特性，佢永遠都係要盡快完結攻勢，先有機會入第二球做 bonus 嘅。否則咧都係長期老鼠拉龜，佢唔會入到第二球嘅。盡快完結攻勢嘅話，又點樣控制比賽節奏呢？兩件事就永遠矛盾噶嘛。咁所以當你又想入第二球當 bonus， 又想控制節奏呢，3-4-3佢都係做唔到嘅。佢只有4-3-3結構呢，4-2-3-1嗰啲呢先至係可以做到嘅。因為4-2-3-1、4-3-3唔一定盡快完結攻勢，都比較大機會入到第二球嘛。所以四後衛結構係可以慢慢揀啱時間先至進攻。你慢慢揀嘅過程當中，未已經浪費緊時間，已經控制緊節奏啦。咁啊，亦都可以揀啱嘅鐘數入去打，尋覓第二球 bonus 當中再控制比賽節奏啦。但係如果你要求佢3-4-3控制比賽節奏，再揾第二球 bonus 呢，就係不切實際啦。因為兩件事根本係牛頭唔搭馬嘴嘅，所以啲人話：喂，你換錯晒啲人喎，今日贏唔到啊！喂，其實都唔係啲咩重點，重點係就算佢換啱晒啲人，但係只要佢 keep 住3-4-3呢，其實都係會咁樣樣嘅啫。咁變咗你要求阿莫林一路教落去有穩定成績呢，亦都係不切實際嘅。
最實際係點呢？我教大家啦，好簡單嘅啫。曼聯最實際呢，就係佢即時立刻減低投入，唔需要再貴價買人噶啦。佢嘅投入呢，去到類似水晶宮咁樣樣就 OK 啦。佢淨係齋打中下游分子嘅戰術，齋用中下游球員，咁啊變成真真正正嘅中下游分子。哦，咁人哋對住你就唔會收縮啦。咁阿莫林咪啱打咯。咁但係當然啦，你呢個級數嘅話呢，你都係維持中型成績嘅啫。咁但係呢個成績呢，係能夠對到你嘅投入啊嘛。你平咗噶啦嘛，你用嘅錢平咗，你攞中游成績係啱噶嘛，咪對咯，咪實際咯。喂，你而家係點啊？喂，你而家係好大投入，係強隊投入，但係你係打中型嘅戰術，攞中游嘅成績啊嘛。長遠嚟講係，咁點會合理呢？點會係實際嘅呢？係咪啊？其實請阿莫林應該就係要咁諗嚇，橫掂都係打中下游戰術、中下游嘅打法啦。咁倒不如直頭用中下游球員，中下游球員先至真係會搏命啊嘛，中下游球員先至係唔會錫身噶嘛，呢啲人先至係最啱打3-4-3噶嘛。你睇下意甲打3-4-3嗰啲人打得幾好，因為佢哋就係嗰啲咁嘅中型球員嚟啫嘛，佢唔係啲咩大球星嚟噶，咪啱咯。甚至乎某啲曼聯球迷啊，成日都話要求曼聯要有魔性啊，啲球員要有心火啊。好啦，你平平地中下游球員咪得咯。好多曼聯球迷成日都講噶，我唔介意佢有冇名啊，最緊要搏命。咁咪啱咯，平平地買嗰啲都係搏命噶啦，唔使擔心噶啦。成隊士砵亭搬晒過嚟都啱噶，咪嚟到英超呢班人咪就係中游球員咯，啱晒啦。阿莫林佢拿住呢班貴價貨，咁啊對住韋斯咸進攻防守能力都唔夠辛特蘭，而佢嘅今日正選陣容都算積極啦，但係都一樣嘅啫。嗱，佢兩邊中堅用咗可以變形上嚟嘅左右閘去打，即係話方便面對密集呢，佢哋都可以插上嚟做下攻嘅。咁而韋斯咸嘅收縮又唔穩陣噶嘛，漏洞又多，又容易魯莽解圍，又小學雞防守，即係防守寬度唔夠啊。但係你依然見到曼聯3-4-3係唔夠進攻火力去撕破。今日不停呢，就係見到準備面對密集嘅過程當中，曼聯花咗好多時間去變形啊，即係等迪亞路要上啊。咁如果佢上唔切呢，未上到嘅話呢，咁前邊就唔夠進攻點啦，咁就冇咁快可以過到半場去攻對手嘞噃。咁所以呢度已經係嘥咗好多時間去變形，而且呢，即使你變咗形都係得單邊嘅啫，係單邊扮到進攻點。迪亞路咯，跟住馬斯奧爾插上啦，最多係佢兩個嘅配合去扮嗰邊嘅進攻，咁但係就淨係得佢哋呢邊啦，另一邊嘅左邊咧就冇嘅。古亞你要佢拉左邊咧，佢唔會長期，因為佢唔係嗰個類型，佢都唔想咁樣做。3-4-3你玩變形，你總係會遇上咧，就啲球員唔識得咧同你變落嗰個位嗰度，或者去啲唔啱佢嘅位置嗰度打，肯定就唔會好似4-3-3咁方便呢。你總係能夠擺啱晒啲球員，永遠都喺嗰度嘅。所以啲人話陣式係死，人係生呢，係廢話嚟嘅。因為你唔理會呢，就係你裏邊現實當中啲球員係首先點擺，而要變形嘅時候你要去邊度。你永遠話陣式係死，人係生呢，一句就算數啊！呢啲叫偽科學，係扮嘢嘅説話。3-4-3佢就永遠都做唔到雙翼齊飛，咁樣樣咧係不利於左轉右，右轉左嘅轉方去面對密集做法，係不利於撕破對手嘅。呢啲咪叫做五後衞無法主攻咯。仲有安保姆喺呢一個結構裏邊咧，就長期喺中間嘅，亦都變咗冇用啦。嗱，之前可以打得快嘅，佢喺中間冇所謂，因為可以快啊嘛，咁誒都打到啲嘢出嚟，入到波啦。咁但係你見佢最近一面對咗密集一多呢，佢就完全入唔到波啦，即刻冇晒料到。呢個都係電劣嚟嘅。呢個電劣就係呢，佢面對密集喺中間呢，佢即使傳送冇問題呢，佢嘅傳送穩定性比古亞仲好都好啦。但係你將隻快翼擺喺中間呢，就永遠都係冇用嘅。同埋呢，安保姆喺中間攞波仲好鬼渣添，即係佢唔知幾時要轉身，幾時唔使啊，咁啊好容易斷。嗱，其實安保姆如果係亞仙奴、車路士、利物浦，佢正正經經長期拉邊去打呢，俾啲時間佢開竅學打控球在腳，佢嘅進步機會肯定大過跟阿莫林。佢跟阿莫林基本上呢係浪費緊職業生涯嘅。佢離開阿莫林呢，
就好好多。其實大部分球員離開阿莫林呢，都係好咗好多。嗱，冬季嗰度我哋等呢就明奴出走啦，又係可以一個球員解脫啦。咁啊，講到離開曼聯呢，仲有雲比沙卡，咁今日打得好好啊，因為要防守啊嘛，防守咪啱佢咯。收縮防守，佢好多嘢可以做得到，尤其是啲攔截。曼聯今日最好嗰2次嘅組織啦，都係俾佢完全瓦解㗎。27分鐘小學雞防守，迪亞路太容易入禁區啦，咁就可以扮到進攻點爆底。咁經驗唔係打雲比沙卡嗰邊啦，咁就出到嚟中間呢，都俾佢保護空門嘅。咁啊，韋斯咸小學雞防守啦，但係曼聯又用唔到左邊啦，咁啊唯有高難度嘅中路突破。咁啊曾經亦都試過係班奴比古亞中路突破咧，又俾雲比沙卡嗰啲咧就係關鍵蜘蛛俠攔截做到嘢。咁去到補時階段，韋斯咸都攰㗎啦，咁啊有啲多久守必失嘅味道。咁但係班奴就2次炒飛機，咁有人咧就大力炒佢啦，鬧佢啦，班奴你炒飛機又做敗家仔。咁但係其實你睇下曼聯尾段嗰啲組織係咩組織啫？咪就係面對密集唔知點做，係咁大腳掟個波入禁區嗰隻搏懵嘢，呢啲係半機會，半機會要入就難度高，永遠都係咁嘅。任何球員呢都係比較大機會射唔入或者射失嘅，所以你怪球員呢，不如你諗下個結構係點樣局限緊佢哋好過啦。呢啲係全部半機會嚟嘅啫嘛，係夾硬起腳嘅啫嘛，所以佢哋每一場呢都係不停夾硬起腳，佢撞機會。曼聯嘅數據咪就反映咗啦，佢不停刷到多嘅射門數據，但係佢好少中目標噶嘛。就算你買咗啲安保姆啊、古亞，佢哋喺舊球會不停能夠射中目標嘅球員都嚟到都係即刻變晒冇中唔到目標噶，一樣嘅啫嘛。你唔好諗住佢哋喺狼隊，佢哋喺賓福特做到嘢嘅嘢，佢同樣可以複製過嚟得噶，因為佢哋喺狼隊、賓福特係唔使面對密集噶嘛。你嚟到呢度曼聯仲要3-4-3，咁你進攻係夾硬嚟嘅，全部半機會，你射門嘅方法同埋難度都係遠遠高過前球會噶啦嘛。所以你諗住買嗰啲人就得係錯嘅，你唔好真係咁簡單啦，老友。咁結果啦，曼聯要入呢就點呢？靠一個呢唔係組織嘅組織啊，咁啊得喎，即係亂嚟啦，無心插柳柳成蔭，即係撞彩好運。卡斯米路諗住射嘅啫，點知改變方向，散中人，滴下滴咗落嚟，達洛特入咗嚟，空晒射入，因為人哋冇諗過你咁樣個波會嚟到噶嘛，相當夠運嘅入球啦。57分鐘領先，其實都算係咁啦，算早啦。咁之後呢，有段時間可以打反擊嘅，就72分鐘安保姆半單刀，竟然插水喎，呢下諗都諗唔到，因為其實呢，佢係差唔多過晒對方噶啦，其實都過晒噶啦。過晒都射得啦，做咩要跌低呢？即係奇怪喎，呢下安保姆你搞乜嘢呢？係唔需要跌低喎，同埋人哋真係出腳，但係冇掂到你喎，冇掂到你跌低咪插水咯。唔插水你可以過對手射嘅喎，咁好機會你可以打快啦，係咪？今次終於可以打快啦，安保姆係咪啊？竟然插水了事，喂，同埋就算你插都插好啲啊！即係人哋都掂唔到，喂，你最好係點樣樣咧？你真係夾硬掂到對方先跌啊！咁都仲有得傾下。咁另外開波3分鐘，迪亞路嗰下都係插水，人哋隻手輕輕摸下你，你最多告佢非禮啫。咁樣掂下你踢波，你都要跌。佢跌完仲要心虛咁樣望住球證，哇！嗰隻眼真係心虛到你唔信。球證見到呢啲唔俾噶，你如果咁都要係話人哋犯規嘅話，你打乒波啦。呢下都係噶，唔插水就可以交波俾舒一斯射門噶。咁想搏12碼，唔通真係對於個死球個信心仲大過任何運動戰組織係嘛？人哋對手蘇石有類似嘅接觸喺禁區裏邊，人哋都唔跌，人哋都唔會咁狡猾。有啲曼聯球迷話：我哋唔會學阿仙奴嗰啲角球，因為嗰啲角球呢係嗰啲叫咩下流係咪？我都唔記得咗佢用咩形容詞啦。咁但係你今次呢啲咪插水？又點形容呢？你形容翻俾我知啦，我真係孤陋寡聞啦。嗱，最終啦3-4-3就無法控制比賽節奏，要盡快完結攻勢咧，先至可以入第2球。但係結果咁樣樣完結攻勢呢，又係轉翻俾人哋用呢個角球偷雞。咁其實呢，韋斯咸都講過啦，冇咩反擊力嘅啫。即係其實韋斯咸雖然比呢個紐勞咧吞翻好啲，但實力都仲係一般般。咁結果咧，
係淨係打寶雲一個孤軍作戰，冇乜威脅力嘅。咁佢哋都要好似曼聯咁樣咧，就唯有靠死球嘅啫，就82分鐘搏到角球搞掂。曼聯防守角球依然差，嗱，韋斯咸今日嘅角球質素就好過曼聯喎，真係斬到落去喎。呢個小禁區裏邊嘅戰術1-1。嗱，曼聯入波靠運，人哋入波係靚嘅角球戰術，咁所以執翻1分呢，咪就係執到咯，應該係要輸嘅。一早講過啦嚇，呢一段對中下游分子嘅賽程唔係最舒服，係最 Q 危險。之前未有曼聯球迷話好有信心呢一段攞25分，點知又輸俾愛華頓，贏唔到呢個韋斯咸，就應驗咗我所講咧。每次曼聯球迷有信心就撲硬街嘅。嗱，下一場對狼隊咧，係咪要有信心呢？喂，人哋今年肯定降班噶咯，咁你冇理由冇信心啩？咁但係次次有信心都大煲喎。你反而對住水晶宮咧冇乜信心啦，水晶宮就做傻仔俾你贏，主要就係咁，即係人哋咧覺得有機會贏你曼聯咧，咁佢就唔收縮咧，做傻仔咧，咁你曼聯就有機會。咁狼隊係咪真係覺得有機會贏曼聯呢？狼隊主場如果覺得有機會贏曼聯逼出嚟咁都得嘅。咁但係如果狼隊覺得喂，我排第尾喎，你曼聯排第8啊，係嘛？曼聯叻我咁多，我梗係收縮啦。對住曼聯攞1分喺主場都好好啦。咁樣就煩我又，咁就煩我咯。咁如果贏唔到，今年肯定降班嘅狼隊，又會點嘅呢？如果一個唔好彩，曼聯幫狼隊起機攞3分呢，狼隊從來未攞過3分今季。如果對住曼聯即攞3分，又會點嘅呢？阿莫林仲可唔可以教落去嘅呢？最近我又學到嘢喎，有個新嘅詞彙喎。原來阿莫林咧就叫亞視足球，亞視足球啊，即係咧佢係阿莫林啊嘛，咪亞咯，亞跟住個視咧就姓氏嘅氏，就亞視足球，亞視永恆喎，原來可以亞視永恆3中堅是你。即係如果贏唔到狼隊，甚至輸嘅話，阿莫林繼續教咧，董事局係咩心態嘅咧？即係話 Patreon 咧同埋 YouTube 嗰度咧就可以繼續同大家傾啦。嚟到呢一刻，董事局對阿莫林係咩心境嘅咧？YouTube 呢度俾多啲 like 啦、subscribe 啦、撳鐘仔啦，俾多啲有意嘅留言同埋啲分享啦，先至可以幫到 channel 增長喎。多謝晒。嚟緊我會繼續努力做全職嘅足球評論。如果你想對於何 wing 嘅堅持作出實質性嘅支持嘅話，就記得 join Patreon 啦。會越嚟越多獨家嘅節目，包括獨家轉會評論啦、獨家賽後評、獨家大戰預測、獨家英超強隊每週文字預測，加上 YouTube 普通影片最後嘅片尾彩蛋啦。要聽晒以上嘅節目都只係需要40蚊港紙嘅咋。再加多20蚊就有埋每個月2次嘅專屬直播，攞到正選陣容，再預測2場準備開波嘅大戰。如果再想支持多啲呢，就可以睇埋額外嘅比賽剪接畫面再預測，精裝版微觀聲畫同步，加入最高嘅球王級別就可以啦。咁如果你係學生、長者或者有需要人士，就可以以75蚊嘅優惠訂閱。希望喺 Patreon 見到大家啦！